的职业呢是 model， 那我的身高是155公分，体重是45公斤，三围是32D、23、33。那我的兴趣呢是溜长板跟唱歌。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。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。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废墟和时间飞行。我想牵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。礼拜五晚上9点，我在闹笑脸等你哦。有小朋友会问，老师我是怎么来的？那你怎么回答他的？我其实比较喜欢去东南亚国家，就是海岛国家，只要有海的地方就有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热爱大海啊，美人鱼 mermaid。你喜欢穿比基尼？我就不喜欢穿衣服啊，不喜欢穿衣服。那个，我等一下可以出去蹦迪吗？随便你啊，关我屁事啊！水瓶座就是这样。这太过分了哦！妈妈，你现在恭喜你脱离单身狗。嗨，你出来了。请问总统票数第1名跟第2名差了多少票？等一下啦！应该是，好，没关系。